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茄子柴。今么子阿拉来做类酥鸡，一个宁波地方小吃。阿说搿要一件类酥鸡呢，我也勿是去过清爽，只记得第一回吃的辰光，我外婆早拨我吃的，甜嫩嫩的外头，嫩嫩的里向，一回子可以吃几个豆子，里开开鸡是炸糟糟。先得糯米煮熟，等糯米熬中倒了电饭煲里下去，再倒差不多刚刚好没高的水就可以了。开闹火先付出奶一点，就倒点水，再搿么个浸一浸，就可以倒了电饭煲里下去煮了。再来炒黑芝麻，直接用芝麻粉也是可以哦。搿么个就很洗过格了，先开大火炒到搿么个滴滴啵啵响了就可以了。拉一绕，就好摆了机器里下去冒了。再把三端夹道，欢喜吃甜眼的可以倒摆一眼，摆好以后就可以开始夹了，夹了差不多就可以倒了乌贼里下去了。再搿么个补开就可以开始来了。乌贼也种摆好，先得糯米搿么个轻轻煎。也所有搿么个弄呢，是让糯米好熬种粘牢。炒前头先用水搭虚骨弄些，再去炒鸡。侬要是虚骨倒头水不够，糯米就会下，搿么搿种弄了虚骨倒头，先得糯米炒进一只糯米糊子，搿么搿就好摆了芝麻粉里下去来了，熬中来到芝麻粉就可以了。再倒炒几只开，冒开鸡还贴不落，吃起来味道就会香。倒起来一只开，再吹一口试看，这个好吃。茄老师宁波话时间，今么早中宁波闲话拿学称学习啦，洗过到位去看。欢喜我的视频闲话，毛毛鸡3里的关注哦，阿拉下礼拜再会。